主后2023年12月14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往头前看，回头看后面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8节。恁这个追求正义、找求我上主的人啊，着听。着看迄块石盘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；做看迄个石屑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着做看恁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召伊的时，伊干担家己一个；毋过我祝福伊，互伊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波。我要互沙漠变做亲像伊甸园，互风波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俄乐的歌声。我的子民啊，注意听我讲；我的国民啊，着按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。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，海岛拢在听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着抬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因为天要亲像烟雾消散，地亲像衫穿旧去，内面的子民亲像蠓虫死去。毋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穷。着听恁这个认捌公义，有甲我的教示藏伫心内的人，毋免惊人甲恁踢笑，毋免论别人甲恁侮辱，因为咒虫会甲因吞灭，哪准得食衫？虫会甲因食了，哪准得食羊毛？毋过我的公义会永远存续，我的拯救线到万代。往头前看，回头看后面。真侪学者认为，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写作时期较晚，大约是伫以色列人受掠伫巴比伦的时期。咱通想象以色列人伫受掠的状况中，带点异乡，受外族殖民统治。因伫所在之地必定是用一顶光明的姿态活着。面对未知的将来，以色列人究竟是要继续伫巴比伦安身立命，还是期待有一日会通回归故里呢？对伫未来，大多数人的心中大概早就已经绝望，毋敢有任何想象。针对安尼的状态，今仔日这段经文提醒当时的人，爱大声思想的是因的源头甲背景，也就是爱回想上主伫因祖先身上捌成就的事迹。伊是安怎伫沙漠开江河，安怎对无可能的境地来化作可能。以外，作者阁爱因详细聆听上主的话，阁期待仰望未来的日子。上主要得胜，阁伫全地掌权拯救万民。简单讲，就是爱因相信在早现今永在的上主。既然伫过去捌行过大事，伊也必然负责这阵受掠的人民的未来。真侪时阵，咱也会拄着生命的困境，做是上大的难处，无一定是外在的苦难甲挫折，是咱的内心早就
麻木了。咱可能对形体如仪的教会生活疲劳亚线，对知影真捌的圣经故事感觉无味，对千篇一律的祈祷感觉无聊，甚至咱开始怀疑上主的存在，认为眼前的一切拢是笑话。面临安尼的状况，咱若想要凭家己的气力挣脱，不但无好的方法，甚至开真长的时间也无法度行出来。总是借着这段经文，咱通好好回想，对入捌上主教单，咱家己经历的新约奇事，甲主同行的见证，靠主得胜的故事，检采通借着安尼，互咱的性命重新受激励，搁再发现上主是实实在在真搁活的神。就亲像牧者伫牧会过程中，毋但生活无闲，而且时常面对挫折，甚至爱面对真侪代志，甲家己想要爱的袂拄好的情况。历史真侪牧者共同的经验是，常常处在自责、失志、甲孤单的中间，却爱硬颔棍处理教会零零塌塌的问题。有时阵难免互一寡牧者产生想要放弃服侍的念头。总是对我来讲，每当回想家己起初认捌上主的过程，总是会互遐个熟悉的故事震撼，佮深深感受这一路行来并毋是偶然的。每当想到安尼，就会当重新得力，继续面对眼前还无完成的使命。往后面看，往头前看，咱会发现上主的带领一直拢伫地。默想，回想家己初次拄着上主的经验，对伫我后来生命的改变有甚物影响？回想家己初次拄着上主的经历，对伫我后来生命的改变有甚物影响？咱来祈祷，为生命带来改变的上主啊！当我的人生脚条地的时阵，恳求你拍开我属灵的双眼，互我看见你是起初也是落尾，是早呼召我的上主，也是伫头前带领我的先锋。当生命充满混沌甲疑问的时，我愿意对调你，掠着你的应允，靠你来行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